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创世纪26章23节到25节，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立约。拔示巴上早出现伫创世纪21章14节。原文并无有甚物特别的意义，但是伫31节到33节的记载却是非常重要。因为拔示巴是即个夏甲甲以实玛利被受即个亚伯拉罕放逐的所在，嘛是上帝安慰夏甲，并且永远保守以实玛利的所在。接续的经文嘛记载着亚伯拉罕甲阿比米勒立约的所在。那因为安尼，拔示巴阁被称作立约的孤子。相款，亚伯拉罕得到应允的囝以撒，嘛伫即个所在来拄着上帝。上帝也相款甲伊立约，以撒就是即个所在，为着上帝来做一座坛，来敬拜上帝。创世纪26章23节到25节，以撒对遐上拔示巴，迄暝上帝对伊来显现讲：我是你老爸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要为着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赐福互你，互你的后代兴旺。以撒就伫遮来起一座坛，来敬拜上主。搭布片徛起，伊的仆人伫遐来乌一口子。耶稣基督咧教示门徒毋通互人绊倒，因为耶稣基督提醒基督徒的呼召甲职责，就是互人好好来带人来归主。互人绊倒呢，比害死人的罪更较重。耶稣基督教导即个门徒都爱会晓来赦免人。这其中有咱基督徒非常熟悉的教导，就是去饶赦人7摆。其实几摆毋是重点啦吼，饶赦的约，这是基督徒应该去接受的一个责任。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2节，耶稣佮对伊的门徒讲：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，不过做成这个事的人惨啊！宁可用大石头，大石无甲伊吊伫暗岭迄落海，嘛毋通互微细的一个绊倒犯罪。恁家己嘛着谨慎。你的兄弟还是姊妹，若有犯罪，就甲伊责备；伊若悔改，就甲伊赦免。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遍拢滑倒转来甲你讲，我悔改啦，你嘛拢着甲伊来赦免。7伫圣经的中间代表着完全的数字，所以会通用安尼确确实实来实践疼人、饶赦人的教导。那安尼，咱就甲上帝的立约的中间，这就变成做完全啦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袂记节，我要到偌久？到永远是无？你面越走，毋看我要偌久？我忍受苦痛规日，心忧闷，着到偌久？我会对着高声赢过，我着到偌久？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互我的目睭紧紧，才免我困到死去，才免我会对着讲我较赢伊，才免我的敌人伫我失败的时欢喜。毋过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。
我要唱歌称赞上主，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。恳求听阮的天父，互阮会通来实践信仰，来行阮所立的约，诚做上帝疼人的仆人，帮助阮学习饶赦的功课，亲像你所赏赐赦免的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